小豆肉，手头那别肉，兄弟呀拉子列兄，2000年搞造兄，春节大节，也是要奔到兄啦，一直努力走啦，农历一路完美的活动。绕的活动又被播行侯小书前面主持，文播由农美北农美播主持，希望受到支持北的努力，而继续以后到熊泡沫的活动。在给那北播行梭子堂的活动开始，我朝受到到北播行梭子堂的球，我的河先。手头肉。过那次播行北蒙活动美国前面主持老师小豆肉，过那次播行美国主持人冯阳。小豆肉，我要多次播行美国主持人侯英。小豆肉，我要多次播行美国主持人韩青。北的活动负责人呀，侯小书、罗红梅、杨天飞、熊启飞；北的主持人呀，侯刚、杨鲜花。这次要北播行铁路名单：罗红梅、罗东花、杨超思、陈小友、朱小慧、朱小妮、朱小梅、杨金花、龙菲菲、马丹、韩家宪、侯小英、杨银仙、吴菊花、吴小慧、吴小红、吴小炮、李佳慧、王小燕、吴小燕、杨小伟、熊小燕、陶小新、杨小梅、马杨梅、杨天飞、吴春梅、吴新梅、杨耀梅、马素英、杨天飞、杨香洲、吴子梅、吴小三、朱巧梅、熊启飞、李天英、王张梅、侯当梅、杨顺英、马云飞、马青梅、王昌学、陶明飞、马小丽、王长华、陶小平、杨小强、侯启梅、王周英、吴小米、马淑清、吴天荣、陶秀蕾、熊启香、熊启英、杨若梅、侯英、罗彩梅。咱的那古天收的还多，参加杯梭子堂铁棒的00杯，梭子上的罗飞、王小慧、王小明、杨春飞、杨东涛、杨迪、侯小仙、王仙丽、王小兰、王小梅、杨东兰、陶菊梅、陶小怡、杨彩迪。咱给那古还多参加杯梭子堂铁棒的00杯，李小庆、朱小文、陶小柱、韩青梅、马双梅、韩小翠、罗小米、马小花、杨仙、熊燕、王小明、吴小梅、李东花、熊小柱。马丽、罗小梅，多次上播铁杯铁棒的明才某、李显梅、
方东佛陆献梅。北的后勤人员下，杨小顺、罗龙、马东、朱顺学、杨春、马小光、韩小琴。赞的啦！欢迎收到陕北下面更精彩的节目。
多，每年青年知道被说吃他场地到周六说，说吃他场地，伢子大先给看看，上级政府贴纸官，没叫来，每日场地伢子大先给看看，给了地址上，上级政府贴纸从北领5毛，没叫来，北电北市长，北电北市说，被说吃场地有多多。北子光，北电北子来说，这北子光，北说吃他，北子长，北说吃他场地有多呢？没讲嘞，我点工资多，工厂里的里程收支多，我点我多，我记得说吃他场地不想多，没讲嘞。甚至说，上级政府呢，你要拿到支持和帮助呗。甚至说，该要忙，该要贴北方言，甚至说，该要忙，该要贴北方言，在上级要支持北来支持，上级支持北人之前，别说吃他场地贴我到点，上级支持北人之内，别说吃他场地贴我到山，甚至说，我长大，我到上级政府要支持拿到支持和帮助呗。我找上级政府，我走。好好